叔叔还未来啊？喂，你来者。来，这是李林秋拄则派人送过来歌词啊，我看过也袂歹。部长，先生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诶，孙姐连续转去啊？哦，无啦，叔叔还未来啊。啊，毋是伊先练才换我练哦。无要紧啦，你先练。孙姐啊，你哪会无去练唱啦？我等人送我等甲袂记的啊！啊，你练煞？先生可咧等你，你紧去，我会甲伊顾定。啊，你面神哪会遮歹？你安尼遮无用着，身体敢会堪的？等有人送咖啡豆来，你替我签一个，钱我才开算哦。文富啊，你对爷爸讲水拢好诶，啊。阿爸，阿妹讲水拢好诶。俺冇会说的啦。你样的喏？俺要头。
阿妈啊，娘，阿妹嗰種發燒嘅，我想要帶去本市場看。那你去哪去啊？唔是啦，想呀，我想去就好，你不靠中那個兩張哈。坐定，挺好的。过来，好。哎，顺顺还未来啊？奇怪，较早就袂安尼啊。无对，是嘞。啊，你哪会即摆才来？我掂一寡代志啊。哦。啊，你的面色哪遮歹啊？最近较无闲啊。哦。嗯。先生，是嘞。搁较无用，嘛要准时。互大家等你，安尼敢对？是嘞。那你今仔日要练倒一条歌？先别练。是。水水小姐，你是安怎啊？细丽，你上病院啊？细丽，紧嘞，医上病院。好，你叫水水阿爸不来，紧嘞，好，好，好，紧，细丽啊！哎，等下无。这头仔行过来，唔是这条。哎呦，我到底是伫咧对啦？我找。哎，这，那就这。哎，青香啊，你哪会无带我去分开去啦？何主席啊，歹势，阮查某囝是安那？医生讲伊伤过操劳，身体较虚，吊一个大洞，休困一工就好啊。好，多谢吼。青香啊，你哪会甲家己母甲安尼啦？最近较无闲啊，无啥物代志，你莫烦恼啦。啊，你当然嘛无闲，爱唱歌，爱顾店，身体哪会堪一啦？我看安尼啦，你咖啡馆哦，请人来顾啦，好无？爸，咖啡馆也无啥物利润啊，请人来顾，我是要趁啥？
啊若无离顺，规气乖乖开啦。做到遐忝是要创啥？阿母，阮遮大汉啊，家己代志家己会处理，你拢莫烦恼啦。你是咧偌大汉啊？搁较大汉嘛是我的查某囝。歹势，歹势，我是来看顺顺小姐的。你是？阿母，我甲美馆的人客啊。哦，啊好啦，无咱先出来者啦。啊，有青香啊，甲伊人家是讲条话咧。行啦。迄帝国大学生呢？真假啊？你看穿的这样，你嘛知影？迄专工来看青香啊？敢是对伊有意思？你莫胡白讲人，啊，有意思是安那？人是帝国大学学生呢，敢你青香有输陪笑？我来看卖啊。嘿，等，你看啥啦？边啊坐啦，你还搁看？你哪知我伫遮？拄则甲你看的先生是我的前辈，伊叫人甲我讲，我就随来啊。你毋免上课？免啦。多谢你来看我，我无啥物要紧啊，休一工啊，明仔载就当出院啊。我知影，我拄则拢问过啊，无要紧，我会使陪你。你还唔睡啊？顺顺평倒咧，会冇安心。你有否看到？无咯。去甲老公，因为偏生毛的所以唔落高，永远要吃到怪怪啊。你啊，我袂想的，既然爱好少，又爱爱同事，那会笑，没人赠送给。佢几点喊用的啊？就係因為唔跌，才會什麼落高。阿朱，佢問題咧，咩做不做，送佢去醫院嘅。冇事，所以冇好啊。因為上班的時間上英文前先啊，吼。